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5月30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迎接台南市国际凌船锦标赛，市府上午伫安平开台天后宫举行凌船点睛仪式，由代理市长李梦燕担任主祭官，祈求今年的凌船比赛一切顺利平安，也为今年的凌船比赛下个活动揭开序幕。为祈求今年的白龙船比赛会使一切平安顺利，市府照传统仪式，伫安平天后宫举办盛大的点睛仪式，由代理市长李梦燕担任主祭官，副市长吴宗营甲教育局长陈修平共同担任点睛官。市长除了希望白龙船比赛顺利以外，嘛祈求会使天降甘霖，改善欠水。我们邀请国际的队伍、大使。各国的使节一起来参加，那所以我们今年可以说是盛况空前。过去每年大概都是150队左右在报名，那么参赛人大概是3600人。那今年暴增到195队，那么有将近4600位选手一起共襄盛举来比赛哈。那所以我想而且是有14队的国际队伍，包括亚洲、非洲、澳洲等地哈，那么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国际化，但是也具有在地特色的一个龙舟赛。那么我们也希望透过今天的开光点睛的仪式，那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龙舟赛能够平安顺利，每个参赛选手都非常的顺利平安，而且收获满满的来参与这次的比赛。今年的报名队伍高达195队。比去年增加了40队，参与的人数高达4600人。伫比赛期间，伫安平国中嘛有相关的5日节体验活动，民众千万唔通错过这个台南的盛事。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国立教育广播电台选伫永宁高中设立全台南第一间的校园实习播音室，互对着广播有兴趣的学生会当有一个学习的所在。下晡由代理市长李梦燕连贵宾共同甲摆启用。我刚刚访问你，你觉得我们表现怎么样？给我们几分？满分100分。对。大家的表现都非常好。3位都是口齿清晰，伶牙俐嘴。这主持人拢是永仁高中的同学，因透过教育广播电台甲市府教育局合作设立的校园实习播音室。来培养广播相关的知识，嘛透过这个机会亲自操作练习。3日号下午，这个实习播音室嘛正式启动，并由代理市长李梦燕、教育广播电台总台长谢宗武亲自甲摆。去年开始，我们希望说对高中生往下的学生的人才培育的部分能够更深入校园，所以我们这样的提议，希望从高雄出发我是南部人我屏东囡仔我希望从南部发声，让南部的学校能够重新在人才培育的部分把它贯穿起来。所以就在永仁这个地方，透过我们修平局长也很关心我们在永仁这边长期的发展，希望有一个非常好的人才培育的基地，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播音室的成立。那我们希望能够兼顾到每一个区域的在地声音的这个露出所以在我们经过盘点以后，发现台南市是直辖市，但是竟然没有我们的播音室所以我们就第一个就选定台南希望能够把在地的文教的讯息、在地的声音，透过空中的广播，我刚刚特别提的就是，不仅是在台湾听得到，透过网络也可以听到我们教育电台的讯息我们觉得环境怎么演变，广播永远是没办法被取代，特别是开车的人口越来越多。在开车的时候，就是只能听广播听广播是最安全，而且也有得到在开车的过程可以得到各项的资讯所以我们觉得广播这个媒介是它的重要性可以说不止不会被取代，而且还是与日俱增所以我们觉得在台南
我们推广这样的一个教育的广播室哈，我们觉得是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那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各项的资讯，更多的这个能够透过这个广播我们的实验广播室来发声，来对全国甚至对全世界来发声。永仁高中嘛，将持续甲其他的电台、甲学校合作，带领其他对广播有兴趣的学生，培养未来的广播人才。这个播音室未来嘛，将作为一个校园对外的发声管道。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因为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甲议会民进党团伫日前发起东京奥运台湾正名的公投，同时要将公投甲年底选举绑做伙，也因此引起议会国民党团强烈的反弹。批评这种做法不止无采光，颠倒会牺牲咱优秀的运动选手，到时阵连去参加拢无法度，所以呼吁市民唔通搁再被骗。为了表2020年东京奥运用台湾正名向国际社会诉求来参赛，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日前甲老市长张灿宏等议会民进党团的成员共同发声，期待8月底会当达成30万人人数，用正名公投甲年底选举共同举行。不过，这项公投诉求看伫国民党议员眼中，明显就是假议题。质疑企图要转移这种无能的焦点之下，恐惊牺牲优秀运动选手的舞台。所以，上午伫书记长带领，所有议员纷纷发言，呼吁市民唔通被骗，爱务实来认清国际现实。竟然民进党籍的议员参选人也一起推动耗费社会成本的假公投，完全就是转移执政无能的焦点，继续欺骗选民获得的政权呐。其实大家都这几年来我们都看得清楚了，公投是本身我们台湾本身的议案议题，你准做你过啦，公投你过啦，奥委会敢要你参加？奥委会敢要你参加？用台湾能力报名吗？这个假议题不要转移焦点了。拒绝公投绑大选，拒绝公投绑大选。这个要在新闻稿的下，好。好，谢谢。当然，除了公投正名背后动机甲判断费用必须拿赢质疑，根据了解，黄伟哲会甲独派张灿宏做伙为公投正名来出力，卖比外界解说是咧安打亲历的选民，偏偏选票流失到另外一位参选人柯中信。台湾新闻顾问及王子豪采访报道。最近的天气热甲互人挡袂牢，真侪路人或者是骑车族，拢会找会当抓日头的树骹来行来停。毋过却发现有真侪树啊被加甲光噜噜，根本无法度抓日，所以议员要求市府爱检讨修整的工法。过去市府修整新的树的曾经被外界强烈批评，而这摆则因为天气赤炎炎，结果台南市有真侪路段在修整以后，明显无法度抓日头，再次被议员点名。议员除了质疑市府到底敢有落实修整的工法，兼顾防止风台造反甲一致性，也无奈不时的传出民怨甲护树团体抗议。有些因为市政府的修树的工法不当，造成树荫不见了。而且我们发现市政府长期的工法修饰不当的情况之下，树啊每一段像三支像那样高高的，所以我们很担心的。第一，很主席台南市要去来找树荫；第二，台风来的是这台树啊是不是会倒？所以这几年来，台风一来的时候，台南这台尤其像去年、前年台风一来的话，很多树都倒了，我们真的很心疼呐。所以市政府应该赶快很急迫的去修的去把一整套比较正确的修树的工法，很明确的就是规定出来，很明确哦。还有第二点就是说，我如何去教育第一线在修树的人，你要给教育啊。无你有迄个工法出来，你教育伫第一线执法的人，这修树人无迄个观念的时阵，伊毋是个黑白修。那变成修树，有的是把头都修到没有了，就是变成都没有
树叶只剩那个树的那个头，那有的修到很离谱，一棵树就变成是全部的那个树叶都没有了，有的是修到变成就这样子，就这么一点点。那呢这样子的话，因为说实在的，护树单位也很反弹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在炎热的夏天，我们是希望说，台南市政府未来在修树的这一个部分，必须要有一个一致。那呢，假如没一致的话，真的台南市民哦，真正是热到无地去啊。但是最近天气热甲冻袂调，市府自修剪落树，挖到保留树荫，等到野出边缘。地处市府表示，伫可能风台因故，了后会考虑采取跳株修剪，减少修剪树枝、树干的方式来保留更较侪野日头的所在。电新闻管制王子豪采访报道。遐关节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看准超商1点，创造真大商机。为6月开始，伫台南坐公车卖当1点来抽大奖。交通局表示，这项创新的活动，就是民众选定7大经典的公车路线，甲转运站来坐，一天上济就当收集10点，收集愈济，得奖的几率愈大。为了吸引市民坐公车意愿甲趣味，现在交通局推出坐公车卖当收集点数来抽大奖。交通局表示，对6月开始，因结合7条经典公车路线甲7大转运站推出的1点活动，得照伫指定的时间坐指定路线，迄个是到指定的公车站用手机来扫描，得当摕到点数。点数愈多，抽奖的几率就愈大，而且奖品的总价值高达10万。这次交通局推出的是经典公车路线与转运站的集点小旅行活动。我们一般在超商买东西都可以集点，这一次现在坐公车还有参观转运站也都可以集点。只要上网下载我们指定的 App 然后在指定的时间，我们交通局这一次每2个礼拜，从6月1号开始，每2个礼拜就会推出一个游程。然后这个游程就包含了1条经典路线跟1个转运站，到转运站扫描 QR code 就可以获得3点，然后搭乘1条公车路线可以获得7点，每获得10点就可以有1次的抽奖机会。我们总共有3波的抽奖，所以越早开始集点，还有集越多点搭越多，集越多中奖机会越大。然后我们最大奖是公车轻旅行必备的单眼相机，然后其他还有大家现在时下很夯的空气清净机啊、耳机啊等等很多的好礼。交通局强调，6月1号到9月6号的活动期间，除了保证经典公车路线所经过景点甲转运站拢是特别经过，绝对不超所单。而且除了一般公车，商店巴士更受3倍点数，欢迎市民千万唔通错过。电新闻管制王子豪采访报道。由客家委员会、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甲本台合作推出的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这礼拜要介绍客家的语言文化，即马就带观众朋友做回来学客家话。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老师。
太嘎贺矮黑小琴，小邓老师，自从我们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从1月份播出到现在，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好多观众朋友还以为我是客家人呢。矮黑客家人啊，你宋子成有线电视台当家主播也差唔多會變成你客家文化嘅代言咯。講實在啊，從呢一段時間呢，人講嘅教好上莊呢，就係呢下嘅意思啦。為到將呢嘅節目呢，做到符合所有觀眾朋友對呢客家文化嘅認識了解啊。你要尋當多嘅資料，我要當多嘅考證。雖然過程呢當辛苦，不過每次都當有意義，當有價值。對呀，這個語言跟文化的認識與了解哦，本來就是與時並進哦，與日俱增。那小鄧老師，我們今天的主題要談什麼呢？語言啊，係一個民族嘅根哦，個根係冇睇嘅啊，啲個文化就係實體嘅。根本呢個主題啊，就嚟講使用嘅客家話哦。使用的客家話，好，這個很重要，這個很重要。我來幫我們觀眾朋友問，這個頭的客家話怎麼說呢？頭嘅客家話，我講頭拿，錯頭拿。頭班人看面相啊，我先看頭拿，看起來頭大面西方，就會講當有福氣。那頭髮的客語怎麼說呢？頭拿毛，頭髮的客語要說頭拿毛。錯，頭髮嘅客家話我講頭拿毛，呀下嘅片時啊，見來見熱咯。我下嘅太年啊，就會講頭拿毛太長，好剪了。這句客語我聽得懂哦，頭髮太長可以剪哦。好，那眼睛的客語怎麼說呢？眼睛嘅客家話我講目足。目足，眼睛的客語叫目足。錯，目足，眼睛嘅客家話很多目足，你也做得按樣講哦。個什麼眼目足，眼滴滴的很強哦。這什麼意思呢？個什麼眼目足，眼滴滴的很強哦，就是說那個女生的眼睛啊，烏溜溜、圓圓的，好美呀。就像你跟小琴跟目足啊，眉眼滴滴的很強哦。沈夢形成。好，那接下來這個眉毛的客語怎麼說呢？眉毛嘅客家話，你要講木眉毛。哇，客語真的好好玩呢。頭叫做頭拿，那頭髮是頭拿毛。那眼睛呢？目足。那眉毛呢？木眉毛。小琴色彩很強哦。錯，頭拿呢？頭愛講頭拿。頭髮愛講頭拿毛。眼睛係講目足。眉毛愛講木眉毛。好，那接下來呢？這個鼻子的客語怎麼說呢？鼻子嘅客家話係講披拱。鼻子的客家話叫做披拱。錯，就係講披拱。好，那耳朵的客語怎麼說呢？耳朵嘅客家話會講耳拱。等等，慢慢來哦。這個耳拱有些難發音呢。錯噶，你客家話要當到嘅發音啊，會用到兩個屁音嘅聲。喺冇講關嘅人啊，到兩位嘅嘅音呢，會很難一下就到位哦。佢說慢慢嘅來，過來講解一擺，耳拱，錯，耳拱。時間還夠，那我再問哦，這個嘴巴，客語嘴巴怎麼說呢？嘴巴嘅客家話就講嘴，錯，就係嘴。根本嘢，你講當到客家嘅詞彙哦，過來複習一遍哦。頭拿毛，目足，木眉毛，披拱，耳拱，
讲在讲定啊！你好好自家天时好人，见本意就讲到了咯。底下我拿你观众朋友讲真来了哦，真来了。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在份的天气，温度29度到32度，落雨的几率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5月30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